成都世大运今仔日暗时8点举行开幕式，台湾队由女子排球队队长廖以仁做将旗官。今仔日呢，咱的女子篮球分组预赛是甲捷克拍，摕到分组预赛头一场的胜利。明仔载下晡对决斯洛伐克，若准有赢，就会当锁定分组第一，大胜进入前八强。 台湾女子篮球选手罗平中距离出手球队得分。台湾女子篮球出战成都世大运，28分组预赛头一场对捷克，彭晓彤用3分火力取得领先。不过捷克人权一直进攻禁区，和台湾女子篮球队一直失误，开赛不到4分钟就限入犯规，和对方拍出一波15-0的攻势。彭晓彤用3分来指挥，头一节结束，台湾是输8分。 台湾伫第2节采取科学防守，和捷克出现最败失误。彭晓彤继续伫场上切入超球、砸球，展现全能的卡手。双了球队入边比数甚至超前，半场结束以39-33赢6分。队长杜敬伫下半场也勇敢伫中距离出手，连接会伫第3节火力全开。第3分线外甲禁区造成对方犯规，继续得分。而捷克也继续得分，台湾队是以4分的领先进入最后一节。台湾毋惊捷克人权一直得分，球队3条原路，7球连也以3分的火力帮助球队扩大来领先。不过台湾阁拄到犯规麻烦，彭晓彤阁再徛出来快攻得分，现场气氛上烧热。台湾女子篮球队最终以81-75摕下分组预赛重要首胜。其实教练一直告诉我们身材劣势一定要靠防守，所以我们团队防守在第2节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带动我们进攻，才可以把分数冲上去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控球，所以我必须要以身作则，带领大家。You got the ball, and there were like 2 and 3 around you, and we have to be more aggressive as them because they were so fast. They were running all the time, and we were catching breath. 台湾女子篮球队克服新冠的缺点，全场送出23次超节，和捷克是真歹拍。彭晓彤摕下全场上冠分23分来转胜，再来要对上斯洛伐克，只要获胜就使确定晋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